这个题目主要要探讨的是失语症的案例，就是讲有的人因为脑部去受到伤害，造成患者无法度像较早以前正常使用伊的语言来表达家己。这个题目讲，有一个脑部受到伤害的病人，伊无法度理解为拼字到发音，也是讲为发音到拼字之间的规律是啥物货？就是讲，伊看到一个拼字，要安怎甲念出声音，还是讲伊听到一个声音，要安怎用字母甲写出来？这两个过程中呢，出现一寡问题，而且伊对词类的因素表征 （phonemic representation） 嘛无法度完全理解。刷落来是这个病人接受测试的情形。上届倒手边这抓是刺激词，第二抓是病人读这的刺激词伊发的音，第三抓是病人听到刺激词伊所写出来的字。也就是讲，研究人员摕这的刺激词给病人看，啊，第二抓是伊看到这的词伊所念出来的发音，啊，第三抓呢是伊听到研究人员念第一抓，啊，病人写出来的字。第一个题目问讲，这个病人看到这个刺激词了后，伊写出来的发音，这两个中敢有啥物款的对应关系？有啥物款的规则？第二个题目问讲，病人听到这个刺激词，甲伊写出来这个字母之间，敢有啥物款的对应关系？就亲像为顶面迄份资料，咱会使看到讲，这个病人伊看到 A 这个字母的时阵，伊念出来的声音有当时是念做啊，有当时是念做啊，伊听到研究人员念 A 还是 A， 这两个母音的时阵，伊写出来的时阵拢是大写的字母 A。刷落来的解题过程，咱分做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主音，读甲讲，听甲写。啊，第三、第四个部分是母音的读甲讲，听甲写。首先，咱先来看主音的读甲讲。大家来讲，主音的读甲讲之间的对应关系拢真正确。除了有2个例外，就亲像讲，看到 C 这个字母，患者伊会甲读做 S， 啊，毋过实际上应该是爱念做 K。另外，看到 S 这个字母，患者伊会将伊念做 S， 啊，毋过实际上应该是爱念做 Z。咱来看主音的听甲写，这是伊实际上听到的声音，啊，正手边是伊根据伊听到的声音所写出来的字母。大概来讲，主音的听甲写之间的对应关系嘛拢算真正确，毋过呢，嘛是有2个例外。亲像讲，患者听到 K 这个音，伊写出来是大写的 K， 啊，毋过实际上应该是爱写小写的 C。另外呢，就是Z 这个音，患者所写出来是大写的字母 Z， 啊，毋过实际上呢，应该是爱写小写的 S。咱搁来看母音的读甲讲这个部分，这有4个母音的字母 A、E、I、O， 我用无同款的色水来标示。咱以字母 A 来举例，
患者看到 A 这个字母，伊会念做是 A， 有当时伊会念做是 R。第5点，咱会当看到讲，这个病人伊将所有的母音的字母拢甲念出来。比如讲 time time 这个词，一般伊这个母音是无咧念的，毋过伊甲念做 e。第6点，每一个母音的字母，若有对应的声音，佫会使分做无同款的音节。遮咱用青色的连字符号来标示。伫遮，咱以 treat 这个词来解说，原本 ea 应该合做伙发作 e 的这个音，毋过伫遮病人将 e 甲 a 分开做2个音节，所以念出来变做 triad。刷落来，咱会当观察到顶悬第1、第2甲第4这3条规律，咱会发现讲字母 A、E、O 因分别对应无同款的2个音素，所以刷落来，咱就要个别来讨论，因这款的对应的关系是随机发生的，还是讲有去受到附近的语音的环境来甲影响。而且，咱来观察顶悬第1、第2、第4这3条规律，咱有注意到讲 A、E、O 这3个字母，因分别对应2个无同款的母音的音素。所以刷落来，咱就要个别来探讨讲，这款一个母音的字母对应2个母音的音素，这种关系是随机来发生的，还是讲有受到环境的语音的环境来造成的影响？第三，咱来看字母 A。根据咱的观察，会当发现到讲 ，A 这个母音，若是出现伫主音的头前，伊会读作是 a， 就亲像大红色的标示的部分。若是字母 A 出现伫其他的母音的头前，就会读作是 R。比如讲，乌倒色的这个所在所标示的。再来看字母 E 的发音，根据咱的观察，会当发现讲，字母 E 出现伫音节的上尾的时阵，伊会读作是 E， 就好亲像其他色所标示的。若是字母 E 出现伫音节的上界头前，还是中央，伊就会读作是 A。比如讲，若是所标示的所在，咱有一个所在要注意，遮所讲的音节是指患者读这个字所形成产生的音节，并不是这个字正确发音的音节。比如讲 ，goes 这个字本身是单音节，不过患者念伊的时阵，加念做双音节 goes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字母 O。根据观察，会当发现讲，第一点，字母 O 伫主音的头前，伊会读作 O 还是 O。第二，伫母音 A 的头前，伊会读作是 O。第三，伫母音 A 的头前，伊会读作是 O。伫遮，咱要注意的是，虽然根据观察 ，A 甲 A 这两个母音之间的差异，主要是伫声大放较灵的，还是放较暗的，
程度无同款，也是讲发即两个母音的时阵，喙形是开较开的，还是合较起来的程度的差别。就算讲诶甲诶即两个母音有达到我讲的遮个差别，咱嘛袂使甲解说讲即个母音因为对着较冷的，还是对着较暗的时阵，伊就发作无同款的母音。因为咱的资料无够额，所以咱暂时无法度安尼来学白药。咱搁来看母音的听甲写，根据观察，当患者听到 a 还是 a 这两个母音的时阵，伊会直接写大写的字母 a。患者听到 I 这个母音，伊会写出 I 这个大写的字母。患者听到 O， 伊会写出大写的 O。患者听到 E， 伊会写出大写的字母 E。搁有一点值得咱注意的，就是只有伫字母有发音的时阵，患者才会甲伊认为正确对应的字母写出来。比如讲 time 这个词，伊的字母 E 本着就无发音，所以患者伊实际上写出来的时阵，伊当然就袂写字母 E， 因为伊根本就无听到这个音。这页的内容是关系到咱拄则讨论的所有关系到读甲讲的整理。这页的内容是关系到听甲写咱讨论的结果。以下是出版社所提供的答案资料。